自学2025年4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毋通灰心独独着信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18章第1节到17节。耶稣阁对门徒讲一个譬喻，假使因着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伊讲，某一个城有一个判官，伊无敬畏上帝，嘛无尊重人。伫迄个城有一个官夫，一直来找伊，讲：我有一个诉讼的对头，请你替我主持公道。这个判官真久拢毋答应。后来伊家己想讲：我虽然毋惊上帝，嘛无尊重人，毋过因为这个官夫一直来甲我吵，我要替伊主持公道，才免伊一直来高甜。主阁讲：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。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明日对伊哀求，伊减袂替因主持公道，伊减袂拖延真久。我甲恁讲，伊真紧就会替因主持公道。总是人子来临的时，伊伫地上减会看到即款的信心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即个譬喻：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另外一个是冒失。法利赛人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，恐吓、取财、不义、淫乱，嘛无亲像即个冒失。我一礼拜禁食2遍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冒失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举头起来看天都毋敢，只有对兄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，转去因兜的是即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提高家己的话受降价，屈低家己的话受提高。有人连婴仔嘛抱来耶稣遐，要互伊换手祝福。门徒看到就甲因责备。毋过耶稣叫因来，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毋通灰心，独独着信。耶稣伫官夫甲判官的譬喻中，讲到一个不义的判官，因为官夫不断地救钱，就为着伊办案申冤。若安尼，人子的天父减袂为着伊的子民申冤。譬喻中的法官本来是一个无敬畏上帝，也无尊重人的判官。基本上，伊甲人慈悲的上帝是完全无共的。耶稣拄好是要照着安尼强调，连一个不义的判官都会因为官夫救钱的压力为伊申冤，何况是慈爱的父上帝。耶稣真清楚人性的软弱，知影人真容易因为祈祷无得到回应，就失去信心。所以讲这个譬喻，提醒人爱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总是这个譬喻并毋是到这结束。耶稣最后提出一个问题：总是人子来临的时，伊伫地上减会看到即款的信心。
这个问题甲譬如的重点对判官转移到官府以及伊所代表的上帝子民。表面上，这个譬如若像在讲祈祷的问题，实际上却是甲焦点转向人听候耶稣再临的时应有的态度，爱恳切和忠心祈祷。对耶稣最后提出的问题，互这段经文和譬如的重点，无搁再只是放点个人的祈祷，搁较注重伫上帝子民对末世的仰望甲态度。当人拄着困难的问题时，拢会迫切向天顶的神祈祷。这点毋免教人自动就会做。总是今日若所面对的是等候迄看袂见的耶稣再临，阁有偌侪人会持续祈祷袂放弃咧。人要相信看会见的物件真简单，若是要相信看袂见的代志，却是真困难。更何况是不断秉持忠心和迫切的心。有一个工人，每日上工以前，拢会去教堂祈祷。尽管一日过一日的祈祷，拢无得到上帝的回应，伊还坚持逐日拢要安尼做。有一日，伊因为受伤倒踮病院，心内拄咧艰苦心，无办法搁去教堂祈祷的时，却有一个人来看伊。这人对伊讲：“囝，今仔日换我来看你，换我来甲你讲话。”这个故事，我想起某一遍和妈妈伫开讲，我问伊讲：“妈妈，你逐日读圣经，你敢真正拢看捌？”妈妈回答：“虽然有个所在看毋捌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一直读，一直读，有一日上帝教示我，伊就会互我明白。信仰的追求，就亲像是一场耐力赛，无法度一下仔就看会到成绩。若想要得到好的结果，必须殷切追求，搁抱着信心去期待。19世纪报道家斯普真捌讲过：“信徒啊，毋通绝望，上帝赐怜悯的时阵到啊，你着用袂变迁的信心呼求，搁再一次祈祷，这一次你就会得到。毋管是个人的祈祷，或者是对上帝国临到的期待，耶稣教示咱，毋通灰心，着爱信。”默想，基督信仰的特别在于，毋是用目睭看，是爱用信心去听候甲追求。我是毋是持续坚定追找主咧？基督信仰的特别在于，毋是用目睭看，是爱用信心去听候甲追求。我是毋是持续坚定追找主咧？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帮助我用迫切的祈祷和信心过生活，互我会通得到上帝亲自的回应，搁看到救恩的临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